食不正常等等。到底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就要提醒自己胃可能出问题了，有没有自我可以检测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饥饿感，就是11点或者是下午4点，很多人就在说啊，前面有没有牛奶啊？你们有没有饼干啊？就有吃下，那个就是最典型的饥饿痛。饥饿痛就是我们所谓的胃溃疡的第一期。那这个胃溃疡久了以后，我们整个十二指肠，因为胃溃疡其实是包括十二指肠溃疡，那十二指肠溃疡就是让我们十二指肠的黏膜结疤，所以它这个食物的通道就会变窄，所以假疤也会痛，吃饱会痛是第二阶段，然后到第三阶段是有吃没吃都痛。通常台湾人是等到第三阶段才来看医生，都是已经到中期以上这样子。那如果再不治疗，就会变成胃食道逆流嘛。胃食道逆流是再加上这个食道跟胃之间有一个括约肌，那这个括约肌在长久的压力下，它就松开了，松开以后胃酸就往上流。那胃食道逆流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因为胃的黏膜是已经被制造出来的时候，已经知道它可以止酸，它会呼入胃的液，但是食道没有这个装置，所以胃酸来的时候，食道是受不了的。所以很多人会知道火烧心甚至跑到医院去看心脏科医生，有心脏病，其实那是胃酸所引起的，这时候更严重。那我们现在的是说，有食道逆流的，一定要按照规矩来。第一，就是说，先把胃酸降下来；第二，把幽门杆菌拉下来；然后第三，还要你睡觉的位置要不要平躺，你要45度提高。那这样食道的胃酸，胃里面的胃酸就不会往上冲。那还有在睡前喝一杯温的牛奶或者是豆浆，把胃酸冲下去。台湾很多人从事这种高压的工作，是因为工作压力导致胃生病了，没有错，又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这样是不是更难治疗？没有错。所以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推广，就是说怎样预防幽门杆菌，因为这只杆菌太聪明了，它本来在胃里面就乖乖的就好了，它偏偏要跑到口腔，它跑到口腔以后造成口臭。因为现在人很多，我们戴口罩以后才发现，我自己也有口臭，是因为幽门杆菌所造成的。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它会跳到筷子；夹菜的时候，它就从我们的筷子跳到菜里面去。那不小心水吃到那一块就得到了。哇，听起来很恐怖哎！幽门螺旋杆菌，它可以从你的12指肠、你胃的幽门、整个胃到食道、到口腔、到牙齿，一直跑到你的筷子、你的食具、你的碗、你的菜里面，再传染给别人，没有错，太惊人了，是很可怕。不过我们台湾人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强调一定要公筷饮食，结果这个无形之中也把幽门杆菌的传染机会至少减少80%以上。所以如果家中有人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记得不要共用餐具，不要共用器具，才能够避免传染。其实借由基因工程的技术，用标靶抗体代替药用抗生素来对抗幽门杆菌，这个概念跟方法已经运用在一些保健食品当中，而且不止在台湾哦，在国际间更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包括期刊，还有各种医学临床的肯定。由德国与加拿大学者共同发表在医学期刊的学术论文，公开证实，用免疫蛋黄体做成的标靶抗体，对于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所导致的胃病，在预防与治疗方面都具有高度的效果。韩国学者的研究则证实，免疫球蛋白 GA 标靶抗体对于化解因为治疗胃溃疡使用抗生素所导致的抗尿性是很好的一个新选项。国内临床医学的研究证实，根除幽门螺旋杆菌不仅能治好胃炎和胃溃疡，还可降低胃癌的发生率。吃了后好像不到半个小时就舒
会